的亲近你，愿恳求你，互阮的心神甲肉体，拢会当诚实、尊敬你、服侍你，互你的性命大大显出荣光。求主帮助阮，互阮伫你的圣会中间，成做忠实的圣徒。求你拯救阮脱离灵性的冷淡、意念的分散，互阮有安定、平安的心思来敬拜你。帮助阮伫礼拜的中间，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主啊，今日是教会所定的圣乐主日，阮特别要透过诗歌、透过音乐、透过阮的肢体来敬拜你、学乐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阮特别将今早起要服侍的种同工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看顾。阮无论献诗、诗会、诗琴，也是团工信息，拢会当得到你的欢喜。透过阮的服侍，帮助众兄弟姊妹来敬拜你，求主亲自赐福。所以，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也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看顾，求主亲自帮助教会的全职的同工，以及属灵的领袖，互阮会当找求你的心意，知影你的心意，照你的心意去推动教会的各项事工。透过这事工，会当互万百姓拢明白你。我也特别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无论是幼龄园、安养中心，也是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所推动、所备办的这个各项计划甲事工，求主透过这个事工，会当互万民得到利益，也互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主亲自兴起阮的教会，互教会会当执行大使命，将救人的福音遍传伫阮所徛起的这个城市，互更侪阮的同胞明白你。我也特别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所徛起的台湾。主啊，台湾现主时拄着真大的困境，伫外在有对敌的攻击，伫内在，阮看见着真侪无共款的党派的分裂。恳求主你怜悯看顾，互台湾的未来得到你的保守，互阮真正会当伫即个土地起造合你心意的国家，将真实的公义、甲和平以及仁爱遍行伫即个土地顶面。主啊，阮也将阮所徛起的这个世界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你亲自赐福，互这世界的混乱、征战拢会当消息，互阮会当得到平安。我们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咱同齐来吟诗阿罗上帝，是新圣诗第27首。新圣诗27首，我主上帝，伊的歌词甲歌谱记载伫咱周报的第4面甲第5面，请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主耶和华，愿阿罗你，你是大有荣光的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这天讲起你的荣光，强创保养你的手所做的，你用智慧所做成的是遐尼多，互全地充满你的丰富。天父，阮感谢你，你将万有甲你家己拢白白赏赐互阮。你赏赐你的形象，搁将生命的气分入阮内面，互阮诚做有神的活人。
你阁借着你的圣神，甲阮同在，更新阮，教示阮，互阮真侪你荣耀的囝儿，会当承接你一切的丰富，互阮会当荣耀见证你的名，伫你的面前领受全备的恩典甲祝福。安尼，阮也当真做别人的祝福。天父，阮阿罗你，你是充满怜悯的上帝。受伤的芦苇，你无压断；灭花的灯火，你无喷熄。感谢你体谅阮的软弱，无照阮所犯的罪甲错误来报应阮，颠倒用你的慈悲甲疼痛来赦免阮。你的圣囝耶稣伫十字架顶，为着阮担当一切的罪过甲重担。你也欢喜照着阮的本相来接纳阮。天父，阮为了这一切来感谢你。你是阮的力量，阮的帮山，互阮的软弱变做刚强。主上帝，你要用阮的恶脑来做你的宝座。当阮众人聚集伫你的圣殿敬拜恶脑你的时，你就欢喜甲阮三甲伫地。当阮恶脑你的时，求你除去阮一切的捆绑，互阮伫你面前有满足的平安甲喜乐。求你医治阮一切的病痛，互阮有健康的身体、心神甲灵魂。求你也除去伫阮内面一切的邪恶念头，互阮伫属灵圣经中，成做一个得胜的人。听阮的主，阮的祈祷无够额，但阮要用你所教示你的学生的祈祷文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入息定然是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互你带阮入日子，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三甲来交托启应文，是伫启应文第25篇，也就是圣诗后面第39页。启应文第25篇，我要举目山，我的帮助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错，保守你的是耶和华。日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这时就到天看。下面咱们请迦南诗班因带咱来学乐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上帝要开路，上帝要开路。
感谢教南诗班用水的诗歌来引出咱的敬拜。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所要读的圣经是伫诗篇100篇第1节到第5节。现代中文译本是756页，台语汉字本654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好天的啊，着向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敬拜伊，着唱俄罗的诗歌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着用感谢进入伊的圣殿，用颂赞进入伊的圣所，着感谢伊，颂赞伊，上主至善，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今仔日蔡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阿罗上帝，阿罗上帝，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个组织做回来学了敬拜上帝。特别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全能的上帝，阮感谢你，搁一遍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听你真理的话。阮只是恳求你赐落真理的心，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会当看见你的同在。阮也恳求真理的圣神，开阮属灵的耳孔，通好主咧对阮讲话时，互阮会当听得明白，互阮时时刻刻拢会当听到来自圣神奇妙的提醒。阮也恳求真理的圣神开阮的心肝，互阮会当对主的话中间明白主的心意，遵行主的旨意，互主的话成做阮人生唯一的信靠。我向你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仔日是教会所定的圣乐主日，所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来思考阿罗上帝这个主题。咱台湾人有一个我观察到的，感觉一个毛病，就是咱真少去达人阿罗。阿罗好亲像伫传统的台湾人的家庭。真罕得看见，咱大多数的人拢毋是伫一个被恶老的环境顶面长大的。安尼年久月深吼，咱会感觉讲无老是一种习惯。可能咱嘛家己无去意识到讲，咱真少去恶老别人。那毋相信，我来请教吼，咱在座吼，咱的先生吼。咱有偌久无学了过咱的太太，吼？咱太太偌久无去学先生学了着，吼？我今仔毋是要破坏甲大家家庭啦，吼。只是讲咱会当时常去思考这个问题，咱确实无将学了当作是咱生活一部分。咱知影伫生活中间欠缺学了，会互人甲人中间产生疏离。甚至，若常常伫一个向好定的环境顶面长大的人，伊人生会感觉真暗淡。但是若倒边来看，咱若常常伫一个恶劣的环境顶面生存吼，咱的生命会真丰富。所以咱因为咱无习惯去用恶劣，即款的问题吼，咱带来教会的敬拜中间吼，就产生真大的问题。因为咱来到教会，上较主要就是要敬拜阿罗上帝，所以对伫一个汉地人阿罗，袂晓去用阿罗的人，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咱今仔日就来面对这个主题，学习安怎阿罗上帝。咱首先来看啥物是阿罗吼，咱若去便利店，阿罗的定义就是讲，
倾向别人的好处，也是讲美德。所以对安尼来看吼，讹诈上帝，咱包含两方面。第一，就是直接对上帝的讹诈，咱伫礼拜中间透过诗歌、透过祈祷来讹诈上帝。另外一方面就是间接对人去讹诈咱的上帝，互人明白咱所信仰的上帝伊的本性。讹诈有两个真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讹诈必须要表现出来，就是讲咱若对别人，咱感受到别人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吼，咱就爱表现出来，因为咱讹诈的时阵，若无去用听去，也是讲去用感觉到，安尼无算作是讹诈。如果咱若感觉咱的朋友、咱的师婿、咱的亲人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咱的讹诈一定爱互因感受会到，这是讹诈的第一个特性。我毋知影大家吼，到去现场看比赛的这个去运动场，也是讲人咧比赛野球吼，去看现场的比赛。咱若去现场，咱拢会感染到迄个气氛吼。我有一边甲我的囡仔做伙去看棒球吼，咱有支持某一队嘛吼。当即队的迄个队员，也是讲这队伍表现了真好的时阵吼，咱拢大声话吼。迄人咧看球赛的人，就是拢真激动嘛吼，拢会摕迄个加油棒啊、拉拉棒，大声喊到拢烧声吼，嘛继续咧喊。咱去看球赛吼，足少看到讲有个人足冷静的吼，看到人表现了真好，伊咧拍拍，袂歹，今日袂歹安尼。无安尼啊，大家拢是咧大声喊，甚至手拢举起来，吼，迄个是种投入嘛。当然有人咧讲这是咧讹诈人，毋是咧讹诈上帝。但实际上咱爱明白，只有上帝才值得咱真心去来讹诈。所以咱来到圣殿敬拜上帝。当圣殿礼拜中间有一大部分就是讹诈上帝，讹诈就是爱表现出来。圣经安尼讲吼，万民啊，恁着讹诈咱的上帝，互人听到，互人会得听见讹诈伊的声音。咱若看现代中文有本是翻译做万民啊，爱称颂阮的上帝，愿上赞伊的声音传遍四方。意思讲，咱讹诈爱大声甲啦。互别人拢听到，互咱的厝边拢听到，拢感受到咱的讹诈上帝的声音，爱表现出来。第二，讹诈吼爱用对的方式。咱咧讹诈人的时阵，毋是讲家己靠家己的感觉去讹诈，咱爱用别人会当接受的方式，诚心诚意去讹诈。譬如讲，我的囡仔表现了真好，我做这囡仔的老爸，我要来讹诈吼，我袂当讲母心母慈啊，恁徛咧吼，徛伫伫咯，爸爸唱一首歌来讹诈吼，安尼伊就感觉讲这老爸可能破病啊吼。所以咱咧敬拜上帝咧讹诈上帝吼，咱爱用上帝的方式。上帝的方式是啥物？是咱对圣经中间会当参考圣经中间所写的原则去讹诈上帝，所以咱会来分享圣经中间安怎去讹诈上帝。但是咱首先先来看，为什么要讹诈上帝？今日顺便甲大家分享5个讹诈上帝为什么要讹诈上帝的原因。第一项，就是讹诈是一种得到福气的命令。咱看今日所读的经文。诗篇100篇的第1节甲第2节，伊讲普天的啊，爱上主欢呼，爱欢欢喜喜敬拜伊，爱唱讹诈诗歌到伊的面前。咱来了解这句哈，伫原文的中间是一个命令句，命令句，就是讲伊是一个命令啦。所以咱就知影讲，讹诈上帝是一种命令，是上帝对咱的一种命令。刚才咱会问讲。上帝为什么要命令咱讹诈伊？其实咱来理解吼，上帝命令咱的代志，就是咱应该爱做的代志。咱毋通掠做讲，咱若无讹诈上帝，上帝失去荣耀，毋是安尼。其实咱有讹诈上帝无，上帝拢袂失去伊的荣耀。上帝是为着咱本身的利益，所以命令咱讹诈伊。
为什么安尼？因为除非咱会晓真正学了上帝，若无咱无可能甲上帝保持一个合意的关系。拄则咱所读的经文嘛，安尼讲爱用感谢入伊的圣殿，用俄罗入伊的圣所。意思是讲感谢甲俄罗将咱带到上帝面前，甲伊保持一个好的关系。所以俄罗是一个互咱得到福气的一种命令。第二项，俄罗上帝是因为上帝是值得咱俄罗，全世界只有上帝是配得全人类俄罗。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爱知影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于伊，咱是伊的子民，是牧养的羊群。爱用感谢入伊的圣殿，用俄罗入伊的圣所，爱感谢伊，俄罗伊。所以这是做世人种生命体验，伊伫生命中感受到上帝所供应咱的是丰盛有春的，伊去体验到上帝所为咱备办的一切，伊知影上帝亲像咱的牧者同款，供应咱的一切。伊意识到上帝创造大能的作为，所以伊知影讲，只有上帝配得咱俄罗。诗篇的作者嘛安尼讲耶和华本是大，应受大俄罗。所以咱来明白，只有上帝是值得咱俄罗的，这是咱为什么爱俄罗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俄罗是件美好的代志。诗篇135篇的第50节讲：恁爱俄罗耶和华，耶和华本是好，爱称颂伊的名，因为这是美好的。咱过去捌听过一个广告词讲。生命爱安怎浪费伫美好的代志顶面？俄罗上帝是上界美好的事。为什么？因为俄罗上帝会当带来上帝甲咱同在。咱咧读诗篇的时阵咱咧读到诗篇22篇，咱会注意到一句真特别的金句伫第30安尼讲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俄罗做宝座。而且，伊讲上帝是用伊的百姓的俄罗做宝座的表示讲咱咧敬拜上帝的时阵，用透过咱的俄罗就设立一个宝座，互上帝来甲咱的中间。所以咱任何时刻，无论是伫敬拜的时刻，还是伫讲日常生活中间，咱透过俄罗，就领受到上帝甲咱同在的迄个快乐。所以上帝甲咱同在，咱就带来啥货？带来咱精进的能力，真正见证，甲咱讲，伫精进的时阵，咱需要俄罗，为俄罗会当带出能力。咱伫旧约圣经中间历代记录下卷，咱看到一个真特别的例就是伫约沙法做王的时阵，以色列拄到真大的危机，就是当时有3个国家联合要来攻击以色列。这约沙法王真紧张，因为知影讲伊的力量无法度去面对遮尔大的对敌，所以伊就要求全国的百姓做伙来为着国家的危险来禁食祈祷。结果因都有一个先知就出来传平安的信息，所以因就决定要去征战。但是在征战的时候，你会发觉真特别的，就是讲。伊毋是将迄个上界精英的军队放伫上界头前，因迄个策略真特别。伊讲圣经中讲约沙法甲百姓参详了，就设立唱歌的人，俄罗耶和华，而且是这唱歌的人行伫军队的头前，因唱嘛毋是军歌因是唱啥？就俄罗耶和华，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圣经中讲，因一唱歌了，上帝互这个来犯的对敌，就规个拢溃乱去。这是一个真美好的见证，嘛，互咱真好的提醒。咱生活中间会拄着征战的时刻，征战的时刻就是需要透过俄罗所带来快乐，才能镇压这个征战。毋干安尼。俄罗也当带来宣告的快乐，
咱若伫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6章，咱看见着记载一个真水的故事，就是保罗甲西拉去到菲律宾这个所在，因为因帮赞一个受鬼附身的女的奴才，所以受冤枉向关伫监狱中间。伫监狱中间，一般人拢是感觉真艰苦、真埋怨，但是因毋是，因唱歌学了上帝。结果安那，上帝惊一个新了，当时发生大地动，甚至迄监狱的门拢地动拢破坏去。但是因无因为安尼逃走，所以这国家的这士兵因为安尼来认捌上帝，因接续着建立菲律宾教会。所以咱这患难中间的这俄罗所带来迄个困难带来迄个宣教的困难这是俄罗所带来的大困难随时俄罗，时时俄罗，是咱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应该学习的功课。所以接下来牧师就是要甲大家分享讲，什么时阵、什么所在爱俄罗。当然，咱拢知，就是随时每一个所在。咱拢会当学了。第诗篇150篇的第1节安尼讲：爱学了上主，爱伫伊的圣所学了伊，爱伫彰显伊能力的天顶学了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伫圣所内底爱学了上帝，伫圣所外面嘛爱学了上帝。所以咱咧学了上帝，毋是讲咱来去教会都足敬虔去学了上帝尔。出去外面都清清楚楚，毋是安尼。咱来明白就是讲。无论伫教会内、教会外，伫咱的生活中间，咱拢会当学了上帝。学了无分时间地点。如果咱若常常学了上帝，就的确领受祝福。随时学了，就随时有上帝甲咱同在。咱咧做工作的时阵，咱学了就将上帝邀请进入咱的工作中间，咱的工作就充满快乐。咱咧做计划的时阵。咱透过先学了上帝，然后透过上帝帮助，咱会当将咱的工作计划执行了真好势。这就是学了所带来的好处。所以随时拢会当学了，随时学了，上帝就甲咱同在。当然，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有时阵咱心情也会无好的时阵。但是牧师要大家讲。敬拜学了上帝，毋是看咱的心情检查咱情绪无好，咱嘛爱学了上帝。因为学了是一种操练，伊毋是一种例行的公事，毋是讲咱爱做就做，无爱做就无做。学了无应该受咱的情绪所影响，反倒都是互学了影响咱的情绪，改变咱无好的情绪。咱看见着。先知哈巴谷的最后一段经文，互咱真大的启示。这段经文咱拢真熟，讲检采无花果树，无结果子，葡萄树也无葡萄，敢若橄榄树无结橄榄，田园无产五谷，检采羊群拢死去，牛病嘛无牛。我犹原要因为上主欢喜。因为上帝，我的救主快乐。咱来改写做咱现代的台湾版的就是安尼啦讲虽然经济无景气，头路无去，厝内米红找无米，囡仔马上要缴学费但是我犹原要因为主来大欢喜，唱歌学了伊。检采有会人讲这太困难了啊！伫困境中间才会学了。这无下伫人性，但是牧师要大家讲伫困境中间学了，是互咱脱离困难上较好的方法。因为当咱伫困境中间会晓学了的时阵咱就无去注目看遐个困难，咱将咱的焦点转向上帝，咱就看去向望。我想大多数的人可能拢知影，就是讲这2礼拜拢无看到牧师对无？因为我伫3礼拜之前去参加一个宴会，去确诊所以这2礼拜拢眯起来
当然当确诊的时阵吼，一方面身体无啥爽快，一方面吼心情都足郁卒的吼。因为我是差不多是逐工拢爱来教会人吼，叫我爱关7工吼，袂当出门实在是真艰苦，佫袂当出去间房间咧，无需要拢叫我袂当出去吼。所以吼，我实在是吼真艰苦。头起3工是身体较无爽快，后来吼身体较好势，佫自由受束缚吼，感觉真艰苦。但是吼，伫这艰苦中间吼，我著伫遐思考讲，到底著面对即个事实啦吼，现都袂当出去啊吼，你要接受即个事实吼。伫这个过程中间，我爱去想讲，到底有啥物代志会当感谢的？所以我伫这个过程中间，感谢上帝吼，无互我艰苦真久吼，尾仔个身体精神佫袂歹吼，佫有头脑会当思考一寡代志，佫会当利用这段时间好好休困。所以伫这个过程中间，我嘛会当去看出着上帝对我的恩典。所以当你将这个焦点毋是放伫你所拄着的困难的时阵，你会晓透过感谢，会当透过祈祷的时阵，迄个焦点转变了，你的心情嘛转变。所以俄勒是一个精神上界好的武器，伫困境中间更加需要大声俄勒上帝，因为透过俄勒，咱得到能力面对咱的困境。最后这段就是要甲大家分享安怎去俄勒。咱已经分享过为什么爱俄勒，什么时阵爱俄勒？接下咱来看安怎去俄勒。拄则牧师有分享过，咱伫俄勒的时阵有一个原则，就是咱毋是用家己的方式去俄勒上帝，爱用上帝的方式，就是用圣经的原则来俄勒上帝。牧师要甲大家分享这段圣经，是诗篇150篇，应该是第30到第50。咱看到做诗的人安尼讲：爱分扫角俄勒伊，爱弹琴弹瑟俄勒伊，爱拍鼓跳舞俄勒伊，爱奏乐分箫俄勒伊，爱用这应该是叫做声大的喇叭俄勒伊。爱用低声的喇叭俄勒伊，而且看做诗的人，伊用8种乐器，佮加上跳舞，总共用9种方法来俄勒上帝。而且咱看咧演奏这乐器佮跳舞的过程中间，差不多全身躯拢用着。这互咱几个真重要的提醒。第一项就是咱要安怎俄勒。就是爱用整个生命去俄勒。伫这段经文中，咱看见到一个俄勒者，伊是用尽所有的办法，用尽所有会当用的物件，用尽所有的肢体来俄勒上帝。其中稳重的，就是一种尽的态度。圣经同咱讲爱安怎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听主你的上帝，侍奉上帝，包含俄勒上帝。所以咱来去反省，咱咧俄勒的时阵毋管用什么款的方式，咱要用尽咱全部的心意，用尽咱全部的气力去服侍俄勒上帝。因为上帝是看咱内心的上帝，伊会看咱有真无啦。这种态度衍生出来，就是咱的内心会带来一种改变。就是咱来到上帝面前，咱会袂记起咱家己的身份，袂记起咱家己的负担，只是为着敬拜主。咱伫圣经中间看见到，大卫要迎旨约归入耶路撒冷城的时阵，已经袂记家己是一个王，伊伫上帝面前只是一个罪人，只是上帝的奴仆。另外伫现代，咱知影。有一个作曲家叫做韩德尔，伊要做一个神剧，叫做《弥赛亚》。弥赛亚，这弥赛亚伫伦敦咧公演的时阵，英国的国王乔治2世去参加，伊就是听到尾咧唱哈利路亚的时阵，伊心肝有极其大感动，伊袂记自家是一个国王，拢站起来
对这首诗歌致敬，因为伊感受到这首诗歌所表露出来，迄个耶稣是救世的君王的时阵，伊徛起来致敬啊，所以要传统上就是听这首诗歌，到尾仔唱哈利路亚时，全体拢爱徛起来，一直到唱歌结束。所以敬拜上帝是讲，咱有一个真的态度，咱有专心去投入。咱来到上帝面前，咱心肝只有一个件代志，就是讲，咱要将咱本身完全献给上帝。第二项，咱看记着这首诗歌，甲咱讲爱用逐种无共款的方式去学乐。这互咱一个真好的信息，就是讲，咱学乐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咱会当用咱的言语、话语去学乐上帝。有人学乐上帝毋知要用什么款的方式去学乐，往往一两句就结束，讲主啊，你真伟大，安尼就结束啊。其实牧师甲大家讲，咱学习用上帝的本性来学乐伊。啥会是上帝的本性？就是咱看见诗篇，咱咧写讲，伊会上赞伊的大能的作为，爱上赞伊至权无上。是依照上帝的属性来学乐伊。上帝的属性就是圣洁、公义、慈爱、怜悯、良善，是真理，是全能，是永远。所以咱会当伫学乐中间，将这上帝的本性归给上帝。主，你是永活的上帝，你是圣洁的上帝，求你赐予我圣洁的心，互我也成做圣洁。主，你是公义的上帝，你无爱一切不义。求你洗清去我所有的罪过，互我也成做一个公义的人。咱咧学乐上帝时，会当用上帝本性去学乐伊，用话语来学乐伊。第二，咱嘛会当常常伫教会中间用诗歌来学乐伊。伫教会中间有真侪机会会当唱诗歌。咱教会音乐无论是圣诗也是所吟的，这学乐的诗歌拢真水，真好听。我也相信有真侪教会外的人，拢因为咱的诗歌来受吸引。所以咱咧吟诗歌的时阵咱能透过这真水的诗歌，用来灵修，用来学乐。咱咧吟诗歌的时阵，爱用心来吟，毋是干那欣赏音乐。比如讲咱咧。我毋知大家圣歌队，还是讲咱咧诗班咧献诗的时阵，咱是安怎？其实咱爱甲因做伙唱，心中甲因做伙唱，将咱对上帝的学乐来唱出来，咱嘛爱去详细去了解这个歌词的意涵，用心灵甲诚实来吟唱。当然，咱嘛当用祈祷来学乐，因为上帝是听咱祈祷的上帝，咱应该会当用祈祷来学乐上帝。咱伫诗篇中间有看到真侪的诗，拢是祈祷学乐的诗，咱来运用。第四项，咱也会当用咱的肢体来学乐，咱学乐是照圣经的方式来学乐。我嘛要将圣经中间所记载一寡肢体学乐，甲大家讲。可能有一寡方式。咱较无习惯用，但是这确实是圣经所指导的方式。可能因为咱的文化甲咱传统的教示无共款，咱可能有一寡无习惯。但是如果是圣经记载，咱就应该爱来学习。如果后一遍有人带领咱、引带咱的时阵，咱就试看卖，可能就袂遐尼困难。但是牧师嘛要提醒咱。有一寡动作其实毋是遐尼重要，但是上较重要就是咱的心爱敬虔，敬虔就是爱表达出来。咱看见圣经中间，以色列人咧敬拜上帝有几种方式。第一就是举手，咱看见着圣经中间安尼记载讲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敬拜是拢举手应声讲阿门阿门。伫诗篇中间。嘛安尼写，讲恁着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所以举手对因来讲，讲双手举起来，这是对
上帝将俄勒还是讲祈祷。第二种是鼓掌，万民啊，你来鼓掌欢呼，爱关声唱歌，俄勒上帝。咱用手鼓掌，用心俄勒，是何等快乐的俄勒。个第三就是徛立，这可能咱就较习惯，因为咱咧唱圣诗的时阵，拢会请大家徛起来。有人讲为什么唱圣诗爱徛起来？其实毋是，主要毋是迄个姿势，只是讲是表示咱的敬虔、咱的尊敬。比如讲有一个贵宾来，咱拢会起立，表示咱的敬意。徛立也代表敬圣，提醒咱用敬圣的态度来学乐。咱咧看旧约的敬拜，真特别。比如讲，上帝交代摩西，伫会幕内底有做侪物件，啥物桌啊，啥物祭坛等等遮的物件，但是你会看起着上帝无教摩西讲爱做一条椅啊，因为迄个时阵的敬拜是无这个但是咱今仔日敬拜有一寡改变因为咱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所以大家爱注心听上帝话，所以互大家坐咧，尔无事徛咧尔。但是上界主要就是讲，咱来敬虔，毋通因为咱坐咧较快活，结果就失去迄个敬虔的心。咱咧吟唱圣诗的时阵会起立，有时祈祷嘛，请大家起立。毋通是讲我徛咧伤忝，我就无要安尼做。其实伫圣经中间的敬拜嘛有起立。当然有跪咧跪拜咱看见着启示录伫天顶的敬拜，就是跪拍拜伫上帝面前咧敬拜伊。当然，咱今仔日除了祈祷会以外，真少用敬拜的方式来跪拜的方式来敬拜。但是牧师要提醒大家，这种敬虔的态度，咱袂当失去。最后一项，就是咱爱用行动来学乐，这是上界重要的。是上界直接，我相信嘛是上帝上界欢喜的方式。比如讲，咱会当用喜乐的心，喜乐的心来学乐上帝。咱表现出咱的喜乐的心，是互人表明讲上帝是咱会当信靠的上帝。每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拢是平安喜乐，拢是对上帝的尊重甲学乐。另外，参与服侍也是种学乐。咱参与伫社会中间、教会中间的服侍，是表明咱接受上帝稳定教育，而且咱对这款的稳定有这种回应，这是一种学乐的见证。当然，咱也用行动去听另外一个生命，就是表示对上帝上界大的学乐。所以传福音嘛是学乐，咱用传福音的行动对上帝讲，伊是堪得万百是拢明白、拢敬拜上帝。这种表明是对上帝上界大的学乐，所以咱会当用服侍、用喜乐的心、用传福音、用听的行动来学乐上帝。在咱的生活中间，用咱的行为来荣光上帝，这是咱会当做上界好的学乐。愿上帝亲自赐福给咱，咱同心来祈祷。求你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伫你的面前，透过你的话来学习安怎学乐你。求主，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互阮会当用阮整个生命来回应你的恩典，用阮实际行动来学乐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这时阵要请橄榄诗班来用一首诗来帮助咱回应上帝的话。生活中行出主的命令。
即马来吟唱俄罗的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圣诗72首，圣诗72首，俄罗全能的主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即马，请大家闭办心来奉献。
请大家起立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上帝，阮所有一切拢是对你下来的。求你接纳阮用感谢、懊恼的心，奉献伫你面前的金钱，会当成做你圣工的路用。阿免。谢谢。咱即马同齐来关心教会的事工，请看周报第6面。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的圣乐主日，希望兄弟伫平常的生活中间，用吟唱诗歌来敬拜、阿罗、感谢咱的主。并且真侪咱的信仰个别，也愿上帝纪念，并且祝福所有参加圣乐服侍的同工、甲诗班以及敬拜团的团员。第二点，感谢上帝保守迦南诗班经历25年的练唱甲服侍，也稳定算袂尽。感谢因伫今仔日第3场的礼拜中，用歌声引带大家来阿罗上帝、敬拜上帝，也求上帝祝福满满。另外，橄榄诗班也借着即个机会，要来招募迄个女低音个男声部的男高音、男低音有几名。假使你若是心内有感动、有兴趣，请诗班的团长邱显玉执事来报名邱显玉执事团长会当徛起来，互大家熟悉一下咱来看第7面，集体关怀。本会会友杨连峰弟兄8月初6安孝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为主。另外一个补充的报告就是，已经过身的张尊惠兄弟伊已经是迦南诗班的成员，伊的老爸张启明长老伫7月份安孝，定伫8月13是拜六，伫中正教会要举行个别礼拜，然后安葬，请兄弟关心代祷，也愿上帝安慰为主。咱来看第9面，旧部增委员会的消息。台语罗马字班、台湾合班、秋季班伫9月初3要开始，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报告以上，即摆咱请蔡牧师来介绍来宾，以及做牧养的代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毋知咱中间到第一遍来甲咱礼拜来介绍，好，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过去的日子中间保守看顾阮，阮拢得到平安。主啊，阮当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赐福保守看顾，伫阮的肢体中间。有人失落亲人的，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透过阮的互相祈祷关怀，来看见主你所赏赐阮的愿望。阮也特别将阮在座兄弟姊妹以及线顶的兄弟姊妹中间，如果若有身体病痛，求主你亲自医治；
有心神软弱，求主你亲自安慰，也保守看顾阮的团契生活，互阮会当常常彼此抬倒，互相关心，来成就主的听伫阮的中间。阮将这事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同齐来唱颂咏510首，510首。阿罗天顶主宰，阿罗天顶主宰，请大家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亲。阿门。社温共受切恳。